传道书第3章，万事拢有伊的时。天的万项事拢有伊的期，事事拢有伊的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哭所栽种的有时，杀有时，医好有时，疼悔有时，起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伤有时，跳舞有时，东房有时，分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，超车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存有时，放杀有时，拆有时，补有时，静静有时，讲话有时，听有时，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做工的人对伊所劳碌打拼的有得到什么？我有看见上帝互世间人白当当，互因袂当轻盈。上帝互伊所做的一切下因的时，拢真好。佮将永远这个观念下伫人的心。毋过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，人袂当了解。我知人活得上好是快乐佮做好事，人嘛食嘛啉，享受伊打拼得到的，伫伊一切所劳碌的来享福，这嘛是上帝所赐。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拢会留到永远，袂加添，袂减少。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。现在有诶，以前已经有；将来要有诶，早已经有。过去诶代志，上帝会搁互伊发生。世间诶无公平，我搁看到日光诶下面，伫审判诶所在有邪恶，伫公义诶所在嘛有邪恶。我心内讲，上帝要偏偏审判义人甲歹人。因为逐项代志、逐项行为，拢有伊一定的时。我心内讲，关系世间人，上帝要试验因，互因知因不过甲众生共款。因为世间人的命运甲众生的命运拢相款，一个死，迄个嘛死，拢相款只有一口气。人无比众生较好，这拢是空虚。因拢去到同一个所在，拢对土粉出，嘛拢归土粉。啥人知人的性命上顶面，兽的性命落地下。所以人上好是会当享受家己所打拼的成果，因为这是伊的报赏。死后的代志，啥人会当互伊看到？